各位好，eKelly 外貿電商研究院首席資訊官為你帶嚟今日深度解讀。做外貿嗰陣，點樣將 AI 嘅效果發揮到極致呢？貿然咁樣去問佢具體嘅問題係冇用嘅。譬如話，如果你直接問佢，幫我揾下某某某產品嘅美國客戶，或者幫我寫一封高轉化率嘅開發信，咁樣嘅指令得到嘅回答會非常之寬泛。咁你應該點樣同 AI 溝通先至可以獲得最好嘅效果？最好嘅辦法係等佢圍繞一個非常小嘅話題製作一門課程，然後等佢將課程嘅每個章節都用各種例子詳細咁闡述出嚟。譬如話，請你做一個主題為木質廚具產品嘅外貿公司點樣獲取買家信任嘅主題課程，要求內容詳實、邏輯豐富，有大量可實操嘅例子。呢個時候，佢就會幫你輸出一個包含5到10個章節嘅點樣打造國外客戶信任感嘅主題課程。課程裏面嘅章節可能會包括：第一章，你應該準備一啲咩物料，向客戶展示啲乜嘢；第二章，你嘅流程應該係點樣打造；第三章，你嘅話術應該係點樣編寫，應該點樣同客戶溝通等等。如果仲係覺得唔夠，你可以複製黏貼其中具體嘅章節內容，等佢同你舉更多嘅例子，話俾你知更多具體嘅實操方法，即係我應該點樣做。信我，咁一定係你通過同 AI 溝通獲取最優結果嘅一種方式。訂閱 eKelly 外貿電商研究院，每日一個外貿小知識。鍾意我哋嘅話，點個 like 啦！